母亲儿啊，且地坐下，且听为母一言道来。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分别是由3位艺术家演绎的《二堂放子》。这《二堂放子》呢，是戏剧舞台上经常上演的剧目。当年京剧大师梅兰芳和周信芳的合作更是传为佳话。不过，我相信您一定看出来了，咱们刚才欣赏到的《二堂放子》有这样一个特点，那就是3位老生啊，都是由女演员扮演的。这3人分别是商方辰、徐天红和张桂凤，再加上一位吴小楼，他们就是越剧舞台上赫赫有名的4大老生。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他们的故事。让我们先从4位当中最年长的商方辰说起。说起这位商方辰，相比于另外3位老生，咱们上海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比较陌生。这主要是因为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商方辰就离开了上海，和著名的越剧演员朱水昭领衔的这个云华越剧团一块儿去了南京。心爱又是
问清清此事，这一路之上尽是哀鸿遍野。南街里里呀船上，十三巨空烧人烟，天边一句谁魂亡？路人叫在精神上，尸体爬归爬路旁，名不很远，刘三是大翻了雨，空商方辰成名很早，解放之前，上海的越剧戏班子基本上都是由小生花旦挑班的。所谓挑班呢，也就是挂头牌的，而老生领衔的剧团很少，即便是有，也往往是昙花一现，演不了多长时间就解散了。但是商方辰却在1940年以老生挂头牌，成立了标准剧社，一演呢就是好几年，被当时的报纸推许为粤台首席老生，而他的演出更是受到了越剧戏迷们的热烈的追捧。只会闭关在我今朝天长风北京三江水，谁愿报去是成功？越剧老生的唱腔啊，受京剧绍兴大班的影响很深，形成了和小生花旦那种柔美风格截然不同的高亢激昂的特色。商方辰在科班学戏的时候啊，也学过京剧和绍兴大班，后来呢，还在舞台上演过京剧《李陵碑》《空城计》和绍兴大班《双龙会》等剧目。1956年的春节，商方辰和南京越剧团的演员们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这次进京演出，他们带去了《柳毅传书》和《南冠草》这两出戏。商方辰作为主演，特别的希望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同志来看他们的戏。
因为《南冠草》这出戏就是根据郭沫若的同名话剧改编而成的。没想到啊，梦想很快就变成了现实。首演那天，郭沫若同志不仅和他的夫人一起来看了演出，第二天他又特地托人送来了一个大花篮。惊喜还远不止这些。过了几天，经过郭沫若的安排，南冠草又在全国政协礼堂里边演了一场，观众有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以及其他许多中央领导。演出结束之后啊，周总理还在后台化妆室里边接见了商方辰、朱水钊这些主要的演员，还指出了在这个戏里边有个别台词啊不利于今天的民族大团结。为此，周恩来总理特地为剧团请来了作家老舍先生，帮助他们修改剧本。说明我一人长，有的是引起腾升起人福，有的是好到通过二还阳，专心在问不谁看众里面修人气力我满强，这上上渐渐的肚子小，难道在欢声后道是谁呀？李先生，两家交兵，才说难免啊，难免，哼，难免。为不这张心希望，两里心中很平常。我问你，王道绝于精神，其实在想他们来做哪？清军不快来无他，你到人心将他杀。非常可惜，商方辰留下来的影像资料不太多。其中最完整、影响最广泛的要数1962年拍摄的《柳毅传说》了。商方辰在这出戏里边扮演的是洞庭君，也就是洞庭湖里边的龙王。《柳毅传说》这出戏说的是一个浪漫和现实交织在一起的爱情故事。书生柳毅在上京赶考途中遇见了龙女三娘。龙女因为受到丈夫龙王石太子的虐待，托柳毅给他带一封书信给自己的父亲，诉说自己的痛苦。于是呢，柳毅就放弃了进京赶考，替龙女传信。故事的最后啊，当然是龙女摆脱了丈夫的魔掌，和柳毅喜结良缘。我已证据于内无，阻难与难难，善了
龙王兄弟夫，真能轻易动关顾。为女儿心思洞中起风波，岂不被玉璧火花刺下路？若提本之泪将在到，那是两家体面都难顾。大爸爸先生内在喜怒，常言道大事化小，小化无。今天我们提起越剧来，往往比较多的关注小生和花旦。其实啊，在从越剧诞生之初开始，老生就是和小生花旦并驾齐驱的重要行当。当时呢，被称之为越剧的四柱头之一。什么叫四柱头呢？就是越剧舞台上最重要的4个行当，也就是小生、花旦、老生和小丑。这4个风格迥异的行当，就像是4根擎天柱一样，共同撑起了越剧舞台的绚丽天空。我们熟悉的越剧十姐妹里边，就有3位是老生演员，也就是接下来我们要为您介绍的吴小楼、徐天红和张桂凤。那说起吴小楼，他是4大老生当中留下影像资料最少的一位，一些年轻的观众朋友甚至还不一定叫得出他的名字。其实啊，这吴小楼和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他们这些演员都有过合作。我在这儿啊，仅举一个例子。我们在《光影留声》节目当中经常提到的拍摄于1948年的越剧电影《祥林嫂》里边，这个吴小楼呢，扮演的就是贺老六，也就是祥林嫂的第2个丈夫。吴小楼演过《祥林嫂》里面的贺老六，《白蛇传》里面的法海，《则天皇帝》当中的上官仪，《天国风云》里面的洪秀全。不过提起他，朋友们最熟悉的一定还是他在电影《情探》当中的张行简。虽然吴小楼在这部影片里面也仅仅是演了一个配角，但是却把张行简的性格刻画得入木3分，为整部影片增色不少。而那段状元公不要太书呆也成了吴小楼最具代表性的唱段之一。早经无处心难得，真配你天子门生外在，真必得在小堂前做成龙，你女子小姐配我些，小夫们的这难在张元公啊，你错过了机会要回呀。
来，什么祖宗大娃家里是看到刚才这段唱，我相信您一定已经猜到了，接下来咱们要为您介绍的是哪位老生了？没错，他就是徐天虹，也就是《红楼梦》里边贾政的扮演者。说起徐天虹，他和《红楼梦》还真是有缘分。徐天虹曾经3次在舞台上演过贾政。第一次是1944年的时候，他和袁雪芬合作演出林黛玉。那个时候的徐天虹啊，才刚满20岁，对贾政的理解可以说是非常的肤浅，觉得贾政就是一个破坏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爱情的反面角色，所以说呢，把他演得非常的凶残。10年以后的1954年，他又和尹桂芳合作，在宝玉与黛玉这个戏里边扮演贾政。随着年龄的增长，徐天虹对于这个人物啊，已经有了新的认识了，所以说呢，表演也更加细腻了，以至于有人看了这出戏之后啊，到处打听，哎，那个演贾政的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呀？而到了粤剧《红楼梦》拍电影的时候啊，徐天虹对于贾政这个人物啊，可以说已经是非常熟悉了。在导演的指导之下，他认真地分析了贾政这个人物不同的性格侧面，既是冷酷的封建卫道士，也有他忠诚刚正的一面，让人觉得既可恨又可怜。天哪！小家父是以左营之存，是贵公民之见，竟成了这个不忠不孝的孽子。宝娘虽然给打你，也给包容，但是宝娘是小，他都把老太太气坏了，气的是大了。养了这个女子，母亦不孝，曾经是结果了他一切后吧。老爷，你应该看在夫妻本上，我年已半把，只有这一个孽障。宝娘。我们娘俩不是一起死了吧？都是你把他冲成这个样子，我今天非拉死他不可。拿绳子来呀！好吧，你一定要把他拉死，你不是把我谁拉死了？你把我谁拉死了？老太太有什么吩咐，只叫儿子进去是了，何必惊动老太太自己走来？因为我讲话，我倒是有话吩咐，这是我一生的养过好儿子。叫我才失去了啊！儿子管教他，因为的是有重要做。老太太身在外，做儿子时候担当得起。徐天虹出生在浙江余姚，父母是做小生意的。徐天虹是家里边的老大，他底下还有5个弟妹。徐天虹9岁那年，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无力抚养这么多孩子，只好把徐天虹送去学戏。到了戏班子里，师傅见徐天虹长得非常秀气，就打算让他学花旦。没想到这徐天虹啊，他不愿意干。他对师傅说：“师傅，我不要学花旦，我要学老生。
师傅以为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刚进戏班子的孩子，哪个不是争着学小生、学花旦呢？还有不少被分配到学老生的女孩子，哭着闹着都要改行当。怎么还会有人主动要求唱老生呢？其实啊，徐天红他有自己的打算。他看见这戏班子里边有6、7个演小生、演花旦的，哎，他的小脑筋就转开了。这么多小生花旦，竞争多激烈呀！我什么时候才能轮到出名呢？还是唱老生好，学的人少，出头也容易。看来这徐天红小年纪啊，就很懂市场规律，他知道物以稀为贵。也正是因为他这通小算盘，越剧舞台上从此就多了这样一位优秀的老生演员。你莫见现着我今缘，且听为母也相劝，谢凡有理为求你，难为他今日认错心尊。你看他龙门高挑，多亏色平地称来我心光，你就该与他夫妻做团圆。秀英儿啊，你心热望恩接凤冠1980年，徐天红随上海越剧院红楼剧团前往香港演出。这虽然是徐天红第一次到香港，但是香港的观众和新闻界对他却是非常的熟悉，评价也相当的高。香港的《新晚报》更是将他称作为越剧界的周信芳。而这次赴香港演出的打炮戏，也就是首演剧目，就是由徐天红主演的《西园记》。《西园记》也是徐天红的封箱之作。在这出妙趣横生的轻喜剧里边，徐天红扮演的赵理和《红楼梦》的贾政一样，都是出身书香门第的老爷。不过这两个老爷还不一样，一个是普通的员外，一个呢是贵族。虽然都是身为人妇，但一个善解人意，另一个呢却古板冷峻。徐天红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两者的区别，玉庄与邪演出了一个幽默善良的老父亲。儿啊，你切莫交际秀金光，天大的事情又无担当，你三非为吾亲生女，恰是亲生一般样，你姐姐终身给我父，我去看这家女儿要依靠。
娘喜上了。欣赏完了许天红扮演的赵丽，接下来四大老生当中的最后一位张桂凤就要闪亮登场了。和徐天红随着电影《红楼梦》名扬大江南北一样，张桂凤因为在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里边扮演了祝英台的父亲，也就是祝公远，而飞升中外。你还想念那2、3分不成？下3不义死，生死不能不生。为情为母之言，好好塑造造桥。你为我千言万语中全不信，女儿立志不嫁。家教谁管为？我宁死不让马家门，不让马家有时候与两兄生不同路上死同门，岂有此理！相信戏迷朋友们都知道，越剧有4大经典。他们分别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红楼梦》，还有《祥林嫂》。而在这4出戏当中，张桂凤一个人就演过3出。除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的祝公远之外，《祥林嫂》里边的魏老二，《西厢记》里面的老夫人，同样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当人们欣赏了张桂凤饰演的这个祝公远这样一个严厉的老父亲之后，转过来再看看《祥林嫂》里边那个油滑的魏老二，往往很难相信这2个角色竟然是由一个人扮演的。家里娘，姥姥，哪个套头子？已经搞好在哦，要到月底。月底，侬真是老对来了操心些。这是我挂着个老太婆，我真是越老越糊涂。上次是侬开封北京闯了我，这张亲是一坨坨是3月多。我家顶上胡老罗，还得我个子顶啊雨伞，不晓得跑是多少冤枉路。今朝侬秀来了眼面前，侬刚好个机会会放过。还未答应到月底，侬分明通风报信差不多，叫侬媳妇再逃走，侬诚心同我辣子有难过。我辣子只好同侬打头条，我家就来抬侬个老太婆。张桂凤之所以能够把魏老二这样一个游手好闲之徒塑造的这么形象，并不是偶然的。我们常说，艺术来源于生。张桂凤她从小就生活在浙江农村，对于身边这类人实在是太熟悉了。当了演员之后的张桂凤更是注意观察，即便是极细小的差别，她都会加以注意。比方说，在《九金姑娘》里边的那个一心想着要讨九金做儿媳妇的12老，虽然也来自农村，但是因为他的家里边有田地，
也有产业，和无业游民魏老二就不一样了。张桂凤把12老那种又想贪小便宜又怕落下个坏名声的心理演得十分的细致，让人不禁觉得，哎，这12老这个人还挺可爱的。啥地方？侬叫我来看洞的呀？这个。那么该到新的洞来修，旧的洞来修，长的洞来修，短的洞来剪。干啥地方？侬要看啥个洞啊？我看老槐洞。哦哟，啥地方？我还来问起个洞不会看个了。名字叫老槐洞啦。哦，名字叫老槐洞啊。搿侬讲来我听懂。搿侬听懂啊？哦，我天亮要看天亮洞。走要看无啊是洞，16西山黄昏洞，半夜3更要进洞。我要看有盖无底洞，要看有的无盖洞，还要看这赤龙洞，2只耳朵敲送啊送。外加一对虎啊气洞，还要看这奇怪洞，一根面包通天宫，一根黄当上当中，上头一记松啊，下头扑隆咚，叮铃起来莫弄咚，我问侬张师傅咚分啦咚，这天一讲咚咚咚，隆咚一点也不咚。我看打起来啊！好个。我要啥人地方不对在？这说我要进工商忘记在，什么东西上开跑了？哦，这个我教育人帮侬去读的嘞。我是个去东西，张师傅是说，我动带条子去，动带放浪的机器马上就来。什么里火不离身了？我会不能看哪个啦？我动带里头快口多，侬小人还要给出血的。那我不能高过去嘞。这个出来的了，高去我山羊里吧走。放心，张师傅，我要带了是带里个东西。一样都不会来吃弄个，快点了是哪里来啊？晚上叫我去白子嘛，快点一步苦动啊！张叔同名龙翻东，一回家去叫伊阿侬做帮工。我久归一回亲事，10年了，真心入着亲家啊！我曾经听有人说张桂凤塑造的那些角色要比男人还要男人。看过了《九斤姑娘》之后，我相信您一定也会认同这个评价的。不过张桂凤她也有女人的时候，比方说《西厢记》里面的那个老夫人。当年排演《西厢记》的时候啊，张桂凤的这个角色还是周恩来总理钦点的。一开始啊，张桂凤对于让她转型的决定还有些不乐意，毕竟自己几十年老生唱下来了，唱腔都已经成定式了，这个时候再要去刻意的改唱腔，反串旦角，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不过尽管带来那么点情绪，到了排练场之后，张桂凤对待这个角色还是相当认真的。而她演的老夫人那股威严劲儿啊，还真是让人拍案叫绝。定位
红娘拜见老夫人。小贱人还不与我跪下！母亲，你怎么了？不要你滚去吃家饭来！老夫人，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跪？下去。红娘，你自在吗？红娘不自在。为什么在？谁叫你夜半三更和小姐到花园里去的？哎呀，老夫人，红娘不认去。不认去？红娘是有不惯其心，是谁见来？二郎接来。我命你陪小姐迎接所生，谁叫你迎着他无影乱真？我将成万有来，万事皆休，免得我同家法的小命难留。张桂凤的这次尝试，不仅为越剧舞台留下了老夫人这一经典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开拓了张派艺术的表现范围。今天越剧舞台上的张派老生，大多也是老生老旦这两个行当兼演的。除了《西厢记》之外，张桂凤在现代戏《江姐》里边扮演的双枪老太婆，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双红万人心老红，有的好真为我的一好同志，你万古长情。我在心，同志们不成心，连天真，人家生江水泪，江水泪。一个个磨刀，对。
粤剧的老生唱腔受绍剧和京剧的影响是很大的，而张桂凤善于运用这些不同的唱腔，用移花接木的方法选择不同的音乐素材，运用到自己的唱腔里边去。而《李娃传》是最能够体现这一点的。张桂凤在表演《李娃传》里边训子一段戏的时候啊，唱腔当中吸收了绍剧的音调，用来表现出人物激愤的情绪。我曾没亲不传家教之身，思想礼义亲得等，无为人一生多端正，时时可以得归身。长者素在李万里。从为人上天理，我安心。羔羊，养育会师，不把你逼着手，十月吉利。比乌鸦也有飞步，我才能启用你他做的张桂凤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老生演员，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她还是一个创作型演员。刚才我们看到的《李娃传》，张桂凤就直接的参与了剧本的创作，而在《打金枝》《凄凉辽宫乐》这些戏里边，张桂凤也是兼任了前期创作和主要演员的双重身份。我望见王兄才不起，从今而上今天，你莫再快的领国法，我是忠臣是你，人家法过于你是儿女。情与不忘迎接喜，王兄情重尽家。名字到底小伙儿，我这里家族不知去为子女。啊，老王兄，也就像那方的是才家子，他就是陈的儿王的女婿呀。好了，朋友们，欣赏完了张桂凤的精彩演出，咱们今天的光影留声节目也将要接近尾声了。观众朋友们，通过今天节目的介绍，您是否对于粤剧老生也有了新的认识呢？好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下周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